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收看《快乐假期》。在大家上学的经验里头，不知道你曾经当过任何的股长吗？在担任股长的时候，你是充满信心，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紧张跟害怕？今天的快乐假期里头会提到一位人物，还有一群人，他们要去面对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跟困难。我们来看看他们一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欢迎一起来观赏。亲爱的孩子们，大家平安。今天心情好吗？心情好。暑假作业写好了吗？愿主的喜乐充满每一个收看节目的你，让你知道耶稣爱你，天天都有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随着你，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安慰让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因为耶稣好爱你，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主的爱陪着你。耶稣好爱你，爱你，让他安慰让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爱你，让他安慰让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上帝创造万物，处处充满美丽的色彩。上帝也拣选了你我，成为上他的儿女。孩子们要常常感谢上帝的恩典，尽力的与人和睦相处，也要能与人合作，让人因着你的好行为，更多认识创造你的上帝哦。野地花朵，伟大地披上彩衣，天上星星诉说黑夜的美丽。上帝造万物，充满爱的印记，爱我的天父，我渴慕赞美你。谢谢你拣选，成为荣耀器皿，宁静世界里，我心喜乐满溢，翩然起舞的手，是我赞美的乐器，我愿一生敬拜，如馨香之祭。野地花朵，伟大地披上彩衣，天上星星诉说黑夜的美丽。上帝造万物，充满爱的印记，爱我的天父，我渴慕赞美你。谢谢你拣选，成为荣耀器皿，宁静世界里，我心喜乐满溢，翩然起舞的手，是我赞美的乐器，我愿一生敬拜，如馨香之祭。谢谢你拣选，成为荣耀器皿，宁静世界里，我心喜乐满溢，翩然起舞的手，是我赞美的乐器，我愿一生敬拜，如馨香之祭。最近下雨都会打雷，雷声真的好可怕哦。对啊，我的同学都很害怕这个声音，他们都会捂起耳朵来。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哦，就是姑婆一听到气球爆炸的声音，她就会很害怕。如果她看到小朋友在吹气球的话，她一定会赶快绕跑。对啊，我就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害怕。我在想啊，应该是气球那又大又突然一个爆掉的声音，令人很害怕。我也是会害怕这种声音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吓呆。对啊，所以呢，我们不要顽皮去制造非常大的声音，然后来吓人。研发老师，你把我们吓到了啦！不好意思，你们在谈些什么？连我来你们都不知道。就是我们在谈那个下雨的时候，雷声很大，会突然一声嘣的一下，然后吓到人。没错没错，有时候突然打雷的时候，真的会吓一跳，对不对？对啊。可是你们知道吗？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他讲一个军队，然后呢，他就靠着突然发出很大的声响，就打败敌人哦。哇，这一定是很强的军队。研发老师，快说给我们听。好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好。我刚刚说一个故事，有一个军队，他就靠突然发出很大的声音打败敌人，对不对？我们今天来听这个故事。你知道记得吗？当他们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上帝有特别命令他们，命令什么？说你们住在迦南地，不可以跟在当地的人一样去拜他们神。上帝明确的告诉我们，上帝才是唯一的真神，不可以拜其他的神。要杀掉神不能。没有。可是那些人，以色列人，日子过久了，就开始忘记上帝，他们就居然也拜了当地的神亚摩利民族的神。上帝就很生气，哎呀，这以色列的民怎么这么不听话？对啊。所以上帝就决定要处罚他们。就说上帝虽然是一个很慈爱、很爱我们的上帝，可是当我们做错的时候，上帝也是会处罚我们。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有时候我们做错事情，他们处罚我们也是因为爱我们，对不对？对啊。好啦，上帝就觉得以色列人很不听话，上帝呢就兴起了一个民族，叫做米甸人。哇，就让米甸人非常非常的强盛，让米甸人来攻打以色列人。然后呢，米甸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冲进去以色列人他们种农作物的地方，把他们种的农作物都破坏掉。而且不止这样子，还把以色列人养的牛啦、羊啦、驴子啦，全部都抢走。啊，好可怕！而且米甸人他们人非常的多，像蝗虫一样。你们有听过蝗虫过境吗？非常的对，只要蝗虫过境，所有的农作物都会被吃光。圣经里面记载，米甸人就跟蝗虫过境一样，只要他们经过的地方，以色列人民他们居住的地方都被破坏的没有办法居住。哇，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你们觉得他怎样？开始知道难过了，开始又回头寻求上帝。对，说上帝啊，帮帮我们，可以对抗米甸人。这时候你觉得上帝会不会听以色列人祷告？会。上帝真的是充满慈爱的上帝，他呢派了一个天使去找一位叫做基甸人。听清楚哦，米甸人是一个民族，上帝派一个人去找基甸人，两个要记得哦。我小时候是怎么记得，你们知道吗？米甸米，对不对？然后鸡，虽然翻译是基督的鸡，可是我就想说，公鸡的鸡，所以公鸡的鸡会吃米，所以上帝是派基甸去攻打米甸人。从那一次之后，我就不会搞混了。对，然后上帝呢就派一个天使去找基甸人，去找基甸，不是基甸人，对，去找基甸。然后呢，其实在他们那时候，基甸呢他在偷偷的酿酒，因为怎么偷偷酿酒？因为如果被米甸人知道，可能他酿的酒又被米甸人抢走了，对不对？然后呢，天使就告诉基甸人说：“基甸，我要派你去帮助以色列人，你要去攻打米甸人。”基甸一听到说：“真的？为什么找我？我是
以色列这个族支派里面很弱小的一个支派，而且我在我的家庭中是最不重要的一个人，你怎么会来挑我呢？哎呦，我能力不够，我怎么有办法帮助以色列人去对抗米甸人？基甸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做到，可是上帝透过这个天使跟他说：“你放心，我的能力会与你同在。”哇！当基甸听到上帝这样子跟他应许之后，你知道吗？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没有信心呢。他就跟眼前的这位天使说：“哎呀，如果现在我真的是跟上帝你说话，你能不能做一点事情，让我相信真的是上帝在跟我讲话？”然后基甸就说：“啊，那我准备一些食物。你先在这边等我一下，我回家准备一些食物。”基甸就赶快冲回家，拿了一些羊肉，拿了一些无酵饼，还用锅子装了一些汤，然后过来这个天使这边。天使就跟他说：“啊，你把这些羊肉跟无酵饼放在前面的石头上面，然后把汤倒上去。”说完之后呢，那个天使拿着一只拐杖，指着那一些肉。你们知道发生这么奇怪的事情？变熟了。不止变熟，从那个石头里面冒出火来，把那些肉跟无酵饼全部烧掉。当下那个天使也不见了。哇！基甸一看到，哇，真的是上帝，真的只有上帝才有办法显出这么神奇的事情。所以基甸就相信上帝真的派给他这个任务。所以基甸他就想说：“那我要怎么去？因为打仗一定要很多人吧，对不对？是不是？你军队越多，越容易打胜仗。对。然后他觉得他不知道怎么去召集这么多人，可是啊，上帝的圣灵、上帝的能力帮助他，所以有非常多其他支派的人都来加入基甸这个军队。哇，这好多人，好。结果准备要去出征的时候，上帝跟基甸说：“我觉得啊，你这个军队人太多了。”人太多，打仗不是人多就赢了吗？对啊，人越多越好。上帝跟基甸说：“这个军队这样不行，人太多。”因为上帝跟基甸说：“如果因为人多，到时候呢赢了这场战争。”这些人就会觉得啊，都是我们很强，都是因为我们人多，都是我们厉害，所以我们才可以打败米甸人。他们就会忘记，其实是上帝他在帮助这些人。所以上帝说：“来，基甸，我告诉你，你现在跟这些人说，我们要去战争了。如果你会害怕的人，就可以先离开。”当基甸跟这些人讲了之后，你知道吗？有一些人有22000人就离开了。哇，也太多了吧！只剩下多少人？只剩下1万人。哇，走了将近2/3，对不对？对。你知道吗？上帝说：“这样子人还是太多，还是太多。1万人呢？还是太多。”上帝就跟基甸说：“没关系，我会告诉你怎么样再让人更少。”于是呢，基甸就带着这些人，他们走到一个河边喝水。走，总是会渴，总是要喝水嘛，对不对？基甸就说：“好，在这边休息，你们可以去喝水。”哇，去喝水的时候，你们觉得在一条河边要怎么喝水？要就是这样。有这样的姿势，没错。还有什么姿势？就是嘴巴直接下去喝。没错，有不同的姿势。可是你知道吗？上帝说：“来，你看着哦。”跟基甸说：“你看那些他呢，全部跪着趴下去喝水的人，用舌头去舔水的人，这些人不可以让他们去参加这个战争。你要挑那一些跪着用手把水捧起来嘴边喝的人。”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看，当我们趴下去用舌头舔水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没有注意四周的状况？如果你在战争的时候，是不是要很注意随时的状况？所以，可是当你用手捧水起来喝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看，你还可以知道周围有没有敌人攻打过来。Hello。对。
我就看得到你在跟我 hello。所以你知道吗？上帝用这个标准之后，在筛选之后，上帝说那些趴着用舌头舔水喝的人都可以回家了。剩下多少人？3000。你觉得剩多少人？300人，你答对了。哇！10000人变成300人，上帝就说好 ，OK， 就这300人，你们可以去攻打米甸人。你们知道米甸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对不对？刚刚有提到他们去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人多到跟什么一样？跟对啊，那300人跟一群蝗虫怎么攻？那么多的人，可是上帝说，基甸又开始没有信心了。可是上帝跟基甸说：“你不用怕，你不用怕，我与你同在。”基甸相信上帝，虽然有一点害怕，可是他相信上帝的话。他觉得，那我跟上帝合作，上帝一定可以帮助我。于是呢，基甸很聪明的就把这300人分成3队，然后每一个人呢都拿了一个号角，然后还拿了一个火把。可是很特别哦，这个火把他们用了一个罐子把它盖住，把它盖住。在圣经里面，它没有明确写它的材质，可是，在圣经在解读的学家，他们说可能是用陶瓷做的陶罐，因为陶罐才可以把火遮住嘛，对不对？然后一个号角，一个用陶罐盖住的火把，然后就分成3队。他说：“来，第一队你到城的这一边，第2队你到城的另外一边，第3队跟着我，然后我们在另外一边。然后我们准备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跟着基甸我这一队做一样的动作。”晚上的时候很安静，大约是在10点之后的那个时候，晚上10点之后都很安静。然后呢，突然大家位置都站好之后，大家都很合作，都听基甸的命令，都分配好位置之后，基甸就突然发号施令，来，现在把号角开始吹号角。我都是，你说10点的时候那么多，即使只有300个号角吹起来的声音，也是怎样？吓人的，也是很吓人，也是很大的。而且不止这样，大家就开始吹，然后呢，把那个火把上面的罐子拿下来，打破在地上，会不会又发出一种声音？啪啪啪啪啪，然后又突然看到，本来很暗的周围，突然发亮光起来，哇！米甸人，大家，什么事？怎么有这么突然的声音？他们吓得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办，甚至于在他们的营区里面还自己砍伤自己的人。整个军队就是这样子乱七八糟。然后这300个人，基甸率领的这300人就乘胜追击，把这一群米甸人给打败了。好厉害哦！有没有很神奇？就靠这样子一个号角、一个火把跟陶罐，就可以把米甸人给赶跑。那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当然我们学到，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突然发出的声音会吓到人，对不对？可是我们在这个故事，我们学到的不是说，不是单纯说突然发出的声音吓到人，我们要学到的是基甸他有没有跟上帝合作？有，他有没有听从上帝的命令？有，他从头到尾，上帝跟他说你要怎么去挑选人，对不对？挑选到最后剩300人，然后最后当他们真的要去攻打的时候，300个人大家都听基甸的命令，大家都一起合作，所以才可以顺利的把米甸人给赶跑。所以透过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学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的能力不够，跟基甸一样，觉得我们很微小、很软弱。可是当我们全心依靠上帝的时候，上帝的能力就会与我们同在。我们可能就可以因为有上帝的同在而完成我们原本觉得很不可能的事情。OK， 今天的故事还可以吗？要捧点场嘛，怎么要说很好听吧？对，那下次我们再听别的故事好不好？好。那我们跟网络前面的小朋友一起说再见喽。OK， 拜拜。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生活乐趣多，我们要来进行一个活动的挑战。
要预备的物品有罐子，我们可以准备玻璃罐或者是保特瓶，但请记得保特瓶里头的水要装满哦。接着拿 A4 的纸，把它先卷成长条形的纸，之后把它圈成一个圆形，用胶带把它固定住。接着绑上绳子，这样就成为待会我们可以使用的工具。好，接下来体验就开始喽。我们要把罐子横放在地板上，那试着用我们的工具套环把它抬立起来站着，然后我们试试看如何可以把它直立起来站在地板上。加油！哎咻，完成！好，很棒，就是这样。我们来体验看看哦。各位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南昌北调，讲台语。好，咱头拄啊吼有听到基甸的故事对无？是啊。啊，基甸伊摕啥物物件装火？空棍啊！空管啊！啊，所以呢，咱今日咱要来讲一寡器皿。国语叫啥物？器皿是？毋是器皿哦。器皿是牙膏哦。嘿，毋是牙膏是起膏。哦，起膏。嘿，器皿华语叫做讲一个啦。器皿。嘿，器皿。吼，啊，器皿呢，会当装足济物件哦。啊，咱举例讲，咱迄个有空管啊，还是空杆啊。啊，咱讲到空管啊，会当装啥物？牛奶。牛奶。嘿。啊，搁啥物？水。水。搁啥物？果子。果子哦，果子就是果汁啦。哦，果汁哦。嘿，你台湾国语啦。嘿啦。会当搁装牛奶，吼，啊，嘛会当用伊吼来装豆奶。豆奶。对。啊，空的碗呢？空的碗会当装啥物？装饭。装饭，底饭。啊，底饭，底菜。底菜。啊，搁有咧？我爱食的物件。对，底爱食的物件嘛，吼，你会当装水果啊，吼，啊，搁有足济物件哦，啊，嘛会当装蜜，会使袂？蜜。蜜啊，吼，咱会当泡蜜水啊，吼，爱当啉哦。啊，空的鸭咧，盒子。盒子，阿爸。不是儿子。盒子，阿爸。阿爸，吼，阿爸。空的阿爸会当装啥物货？装册。册，嘿。还是讲我珍惜的物件。对，啊，嘛会当装笔啊。看你的迄个阿爸是大的，还是细的？啊，你若足大的咧，会当装足济笔，会当装足济册。啊，你若细鸭啦，就袂当装册，对无？你若遮细鸭，要安装册，对无？吼，所以呢，啰里啰嗦。嘿，阮啰里啰嗦讲诚济，但是我知影呢，咱。伫咱的头壳内面哦，嘛当装足济物件的哦。是啊。装啥物？装智慧。对，咱读册的时拢嘛放伫咱的头脑内面对无？但是唯一呢，袂当装啥物？袂当装，我想看觅。骄傲敢是？是啊，咱袂当装骄傲，因为骄傲吼会当讲。啊，老师你讲的吼，我拢会晓啊，所以我无爱想，我不爱听，我不爱听。不听。啊，同学，你讲的，我嘛拢知影，我不爱听，我不爱听。安尼咱就咱袂当做好朋友啊，对无？所以骄傲呢，会抵挡咱真济无好哦啊，会当。咱感觉家己足够的。对啊，拢感觉我家足够啊，所以骄傲呢，就互咱真济无好的效果，对无？是啊。是啊，所以呢。咱来注意哦，咱唔通互咱的骄傲装入去咱的啥物？头壳内。头壳内，对。所以呢，小朋友，咱爱安怎？袂当骄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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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谦卑哦。袂当骄傲。真重要，所以讲三摆。莫骄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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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学落我厝，伫冷气间内面凉爽无比，好佳哉！我改当歌声唱歌学落我厝，伫冷气间内面，呼哈学落我厝。